好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本土劇《8點檔》的小生布子純。當年因為演出到《新兵日記》楊海生這個角色，規個青紅。昨下晡因為急性的肺癌，引發到突發的症狀，送病院搶救，救無轉來，往生了。享年46歲，演藝界真着驚，迷眾嘛真唔甘。青馬彩虎佇新兵日記內底演一個有功有氣、所正重情義的楊海生，伊是不少人青春的記憶。8點檔的查某明星布子純，佇昨下晡4點，因為急性的肺癌，引發到突發的鏡頭，搶救無效，救無轉來，享年48歲。好演藝界攏真着驚，迷眾也攏真唔甘。剛說沒有失分，沒失分嗎？我沒失分嗎？哦，北斗包舉拳啊！好啊！布子純佇新兵日記內底，充滿正義感，佮笑開形象，互人印象真深。伊也因為這出戲青紅，建立佇8點檔的地位。大家啊，要困靜些，我就向天公過講啊，拜託天公伯，保庇你啊，平安無代志。啊，我食到這個歲啊，這人生中啊，應該有話攏有啊，照你講。應該真搬出就對了。無論是要演親情體貼，也是定調的總裁，或者是充滿鄉土味的角色，伊攏演甲真下開，形象過往，互各界攏真無法度接受。根據了解，布子純真正才去巴厘島度假，想要到轉來台灣了後，遇到急性的肺癌，全過往。好運台是伊最後一出8點檔的作品。布子純最近都參加查核型的綜藝節目《哈真相代表啊》的錄影，伊佇馬獎團，伊閣將會佇閩南安保村隨時倒變，這也成做伊最後的節目。